是自动送物事的。一趟样子还省脱交关员工啊。马上看见就到这位老山真面目啊！ Hello， 我是圆圆。哦，我也是兄弟弟。进来进来。哦，侬好侬好，兄弟弟哦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哦，那个房间里有点相隔。哎，你တို့两个人比我三娘当中的年纪轻，比我三娘当中的哦。哎，你过来两位见面礼了，做菜肉丝鹅饼。哦，是的。这房间还哎呦，哎，那个也是卫生间啊。哎，来拉开来看看呀。来。哦，干湿分离间。哎，比你上趟西山住个副菜这句话吧。哎，一个天一个地啊。蛮干净的。这个圆圆是不是平时健身的？哦，厉害的不得了，跟我家老刘差不多了。你看上去像00后，真的很帅的。要不要谢谢我？衷心的感谢，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你。万一老刘吃醋怎么办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3个单子拍在，2个人拍还4个人拍，旁边2个3妈一来弄着，不来3头手拿低下来，3肉再漂亮再看，皮肤带大气。蛋黄龙虾该上头个，蒜蓉龙虾该汤里香，那个是3味油辣的，第3个3个毛脏丝。所以讲一个辰光呢老巧啊，后来就看到㑚金塔又帮一个。不想讲对吧？我的粉丝粘性度很高，上瘾就是这个道理。他们有时候评论的语言是非常恶毒的吧？如果换做别人，早就拉黑了。对啊，你叫他来啊！哎呦，你叫他来，我肯定不会来。我其他的粉丝，不管以后合不合作，他们都不涉及到本质问题。是的，他呢就是已经超过了我的底线了。是的，他是我第一个主动不合作的粉丝。我也是的，我也是的。我说这次，所以说我一定要来。你跟他吃一顿饭，你没回请他哦，他要牵进你不知道多少时候，最后老狠。1300块不给我，我们讲好是 AA 制，我先垫出来的钱。后来我就想了一个辙，买了他一批蝴蝶酥，让他送过来，货到付款。其实他还不想想啊，我做了代购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怎么会问他要蝴蝶酥呢？他就是想钱想疯了，他就是小聪明。然后他真的拿来了呀，他交给刘阿姨了。我想我不要跟他见面，刘阿姨说拿到了，你浙江的费用跟我结一下。他怎么办？就结了。他只能结了呀，因为我蝴蝶酥的钱超过了他浙江的费用呀，我赶紧扣掉了以后打给他，否则的话我的血汗钱都没有了。他跟我讲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讲的，他就说你蝴蝶酥的钱不肯付，我想不至于吧？他跟我们都是这样讲。所以当时金饭碗也上了他的当，我跟他说他还不相信呢，我现在微信的聊天记录都还保存。一个男人不像男人，摊台摊到女人不像女人，一言难尽啊。我跟他这个亲戚是从来没见过面的亲戚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他为什么来找我呢？就是为了卖衣服。抖音上面看见我了啊，这个很明显的，一看就看出来了。他呢就是嘴巴老，死不承认。现在呢，他开直播开上瘾了。他这个人做生意的，应该看人看得很清楚的呀。他就是迷了呀，回来就买了他30包蝴蝶酥呀。他就是混那种老阿姨的人，有一套的。他的目的性很强，就是蛮无耻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用再多的话讲他都可以。就是你会发现，就是一开始他很迷惑你的，很热情，真的迷惑。一开始我真沦陷了呀，真的呀，因为又热情，好像连线了2个人，他现在还没打出来，他就是喜欢他，这个没办法。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因小失大，这个人真的一点都不能沾，一点都不能沾。